今日我又開咗2個單，喺人哋入邊諗話玲姐，點解你開單好似飲水咁易？其實唔係，做我哋呢行，你一定要足夠嘅專業，你要企喺個客個立場去諗，你要知道，例如呢組櫃邊一個使用，例如係放啲乜嘢，比如佢呢一組櫃係要嚟放重嘢，你要考慮呢個櫃個結構，例如呢一個位係要落厚板，呢一個位個跨度係唔可以咁長，因為呢啲個結構係會影響個櫃以後個壽命、變形啦、下水啦，呢啲等等。你真係要當正呢一間屋係你自己咁樣，咁人哋憑乜嘢揾你啊？可能喺佢面前就有10個8個同行，佢喺度對比緊。其實呢啲係好正常嘅，板材固然係重要，但係專業、細心、人品先係最主要嘅。當你做好咗呢啲嘢，其實真係唔需要擔心係冇客嘅。如果你都有需要了解裝修、衣櫃全屋定製嘅，可以先關注下我先。我哋係源頭工廠，包量尺、包出圖、包送貨、包安裝。